鏡頭入邊呢隻咁乖嘅毛孩叫做 Rosie， 8歲大嘅唐狗女。幾年前 Paul 喺澳洲嘅動物收容所將佢救翻嚟，由嗰日起 Rosie 就係 Paul 嘅最佳拍檔 Best Mate。1年前 Rosie 被醫生判咗死刑，確診癌症，做手術，做化療，做埋免疫療法，試晒啦，都係白費功夫。獸醫話 Rosie 剩翻幾個月。呢位澳洲鏟屎官為咗救主子 Rosie，諗到咗一個瘋狂嘅主意，打開 ChatGPT 問下佢有咩辦法。眼前呢隻就係經過治療後嘅 Rosie， 一個零醫學背景嘅澳洲鏟屎官，憑乜嘢可以喺幾個月之內行完傳統醫學界可能要磨成10年嘅研發流程，幫狗狗設計出一支 mRNA 癌症疫苗呢？背後佢到底同 AI 進行咗啲咩神級互動？而呢個瘋狂嘅白老鼠計劃又會唔會幫我哋人類解鎖多一條徹底搞掂癌症嘅新重量級通道呢？街坊們坐定定啦，今集我哋就要直衝真人真事澳洲鏟屎官 AI 救狗記，一齊了解下呢個打破醫學常規嘅真實個案，順便拆解一下當 AI 變成科研助手，未來嘅人類又係咪真係有機會同絕症呢2個字講拜拜呢？成個故事嘅起點要由幾年前澳洲 Sydney 講起。大概4年前，嗰時 Rosie 4歲，Paul 留意到佢2條後腿生咗啲一粒粒嘅腫瘤，但係足足有1年嘅時間，獸醫都拍晒心口同佢講：普通出疹嚟嘅啫，唔使擔心。點知啲腫瘤越生越大，拖到 Rosie 5歲嗰年，詳細檢查換嚟一張確診嘅報告，肥大細胞瘤 （mast cell tumor）。犬類當中好常見，但係亦都係最難搞嘅惡性皮膚癌之一。養開寵物嘅街坊，相信你哋一定明白呢種打擊。毛孩對我哋嚟講，其實係家人，而 Rosie 更加係澳洲 Paul 每日形影不離嘅最佳拍檔 Best Mate。Paul 唔甘心就咁放棄，於是就帶住 Rosie 踏上咗漫長嘅抗癌之路。常規醫學對付癌症嚟嚟去去都係得個3味嘅啫，手術、化療、免疫療法。Paul 倒水咁倒錢落去，試勻晒無數次嘅手術，折磨到 Rosie 殘晒嘅化療，甚至免疫療法，但係全部失敗。獸醫同 Paul 講咗一句所有主治都唔想聽，亦係最難接受嘅話：對唔住啊，佢嘅癌細胞已經擴散，目前屬於冇得救嘅階段，我哋頂多係幫佢拖多幾個月命嘅啫。Rosie 被常規醫學正式放棄，換轉係普通人行到呢一步，可能只能選擇接受。但係 Paul 喺絕望之中，忽然之間靈機一觸，既然常規醫學行唔通，不如試下。嗰陣係2025年，全城都講緊 AI 幾咁無所不能。Paul 望住部電腦，心諗既然係咁，可唔可以叫 AI 大神嚟救下命呢？跟住佢就打開咗 ChatGPT。一開始佢都係好似我哋咁，走去揾下 ChatGPT 理解下複雜嘅獸醫資訊，同埋研究下市面上仲有啲咩治療選項。但係大家都冇諗到，當 Paul 沿住 ChatGPT 俾佢嘅線索越挖越深，甚至開始聯絡澳洲最頂尖嘅科研機構嗰陣，喺佢腦海入邊，佢已經開始相信佢係可以自己親手幫 Rosie 研發出一隻新嘅解藥。呢個動作喺當時好多專業醫生眼中，簡直就係匪夷所思啦！一個外行人想靠一個網上聊天機械人去救一隻連頂尖獸醫都話冇得救嘅末期癌症犬。喺醫生眼中，呢啲咪就係用 Google 睇病越睇越驚咯。甚至好多人會覺得呢個鏟屎官係咪已經絕望到失去咗理智，癲咗呢？但係喺 Paul 嘅心目中，佢完全冇理到其他人點睇。佢當時個腦入面只係得一個最簡單最直接嘅想法：我唔想我個 best mate 就咁死。就係帶住呢種不到黃河心不死嘅決心，成件事居然發生咗難以置信嘅大逆轉，一場最終連 OpenAI CEO Sam Altman 都要出 post 讚嘆嘅醫學奇蹟正式展開。究竟一個連 DNA 序列都未睇過、冇受過生物資訊學訓練嘅普通鏟屎官，邊度嚟嘅勇氣，居然會相信自己可以幫 Rosie 研發出新嘅癌症藥物呢？其實當 Paul 打開 ChatGPT 嗰一刻，佢不知不覺間已經行出咗傳統醫學嘅框框。初初雖然佢都只係想將 AI 當成一個醫療字典，幫下手翻譯下啲睇唔明嘅獸醫術語。嗰個時刻嘅 Paul 對 DNA、RNA 咩癌症疫苗根本一啲都唔知道。點知 ChatGPT 喺對話之中點咗條生路俾阿 Paul。
佢話俾 Paul 聽，今時今日嘅科技其實絕對可以幫 Rosie 度身訂造佢專屬嘅 mRNA 癌症疫苗。前提其實好簡單， Paul 只要肯去攞 Rosie 腫瘤嘅基因數據， ChatGPT 作為 AI 就可以幫手將疫苗配方解碼。呢個聽落去好似科幻小說一樣嘅建議，居然點醒咗呢一位行到絕路嘅阿爸。傳統醫學嘅邏輯就好似去茶餐廳食飯咁，都係 A 餐 B 餐 C 餐，大藥廠研發出一隻化療藥，就俾成千上萬嘅癌症病人一齊用。但問題係，癌細胞係全宇宙最蠱惑嘅變色龍，每一隻狗，每一個人體內嘅腫瘤突變，其實都可以話係獨一無二嘅。常規藥物醫唔好 Rosie， 就係因為所有嘅 A 餐 B 餐 C 餐全部都唔啱佢。既然係咁，唯一嘅出路就係要幫 Rosie 去做一隻全世界獨一無二，只屬於佢一隻狗嘅個人化 mRNA 癌症疫苗。街坊們，我哋經歷過 COVID-19， 相信對 mRNA 疫苗呢個字就唔會生保啦。不過呢，我哋喺呢一度快速 recap 一下，到底佢係乜東東？佢同傳統疫苗唔同嘅地方就係唔係將直接弱化咗嘅病毒打入身體，佢本質上其實係將頭號通緝犯嘅特徵資料送入你個身體嗰度。只要疫苗一入體內，你嘅免疫大軍就會好似攞到精準通緝令一樣，即刻跟住名單上嘅特徵全軍出擊，全面圍剿你想去消滅嘅敵人， COVID-19 又好，癌細胞又好。不過要出到呢張通緝令，聰明嘅你哋應該就諗到啦，喂，通緝令出之前，第一你要知道個頭號通緝犯究竟係咩樣啊嘛。所以Paul二話不說就跟住 ChatGPT 嘅指示，即刻去聯絡澳洲頂尖科研機構新南威爾斯大學嘅基因組學中心，自己課金幾千澳幣，要求好簡單，就係抽走 Rosie 腫瘤嘅組織，然後做個全基因組定序 genome sequencing， 將入邊所有嘅 DNA 密碼全部讀晒出嚟。當時負責呢個中心嘅副教授 Martin Smith 收到 Paul 嘅電郵嗰陣，一開始其實個腦充滿咗問號。教授諗，喂，你一個行外人，到底知唔知道基因組嘅數據量有幾得人驚？你攞住之後究竟點樣處理呢？但係 Paul 當時好肯定咁同教授講，放心，數據分析嘅工作我搞得掂。結果科研中心交俾 Paul 嘅唔係一隻神藥，而係幾個超級巨大嘅電子檔案。當 Paul 打開呢啲檔案，熒幕上面飛出嚟嘅係一串串由 ATCG 4個英文字母砌成，完全望唔到盡頭嘅天書。呢度總共有幾多個字母？答案係大約1500億個。1500億究竟有幾多呢？如果我哋將佢印成書，可以放滿成個大學嘅圖書館。而 Paul 面對嘅就係呢堆完全冇規律、打散晒嘅字母沙律，要喺入面揾出邊一粒字母抄錯咗，導致 Rosie 形成腫瘤。普通嘅我哋行到呢度，面對住呢座數據大山，意志力可能已經唔見咗一大橛啦。但係峰回路轉嘅係 Paul 其實唔係一個普通嘅鏟屎官，佢嘅真正身份其實係一個專門搞 machine learning 嘅 IT 佬。平時最擅長嘅當然就唔係揸刀做手術啦，正正就係日日同數據打交道。所以喺佢眼中，大數據問題絕對勝任有餘。既然人類肉眼睇唔完呢1500億個字母，咁就交俾運轉速度最快嘅 AI 啦。Paul 開始全天候閉關，佢每日對住個熒光幕，將 ChatGPT 當成佢嘅超級大腦，將呢對天書一樣嘅數據交俾 AI 去幫手整理同分析。AI 頓然就變成咗 Paul 最佳嘅醫學助手，幫佢喺海量嘅數據入面精準咁搜尋 Rosie 癌細胞嘅新抗原 Neoantigens。新抗原係乜東東？你當正常細胞係奉公守法嘅普通市民，而癌細胞就係混咗入去呢一群普通市民入邊嘅通緝犯。呢個所謂嘅新抗原，其實就係呢個通緝犯身上獨一無二嘅特徵。只要利用 AI 喺1500億個字母入邊精準起底，揾出呢一個通緝犯嘅特徵，疫苗就可以變成一張精準嘅通緝令，教你嘅免疫系統點樣去用呢啲特徵去拉人。就係咁，原本要用好長時間去整理嘅生物學謎團，喺 Paul 同 ChatGPT 日日夜夜嘅互動之下，數據大山開始一層一層咁拆解，嗰一串1500億嘅字母天書開始過濾精簡，最後鎖定咗喺一條特定嘅基因突變上面。呢條基因叫做 c-KIT 基因。嗰一刻 Paul 知道第一場戰打贏咗，佢終於喺茫茫數據大海入邊精準咁捉到癌細胞呢個強敵嘅尾巴。但係揾到基因突變嘅字母，只係攞到呢個通緝犯嘅文字描述啫。
呢個情況就好似將通緝令上面寫住個疑犯塊面有粒癦，但問題係粒癦生喺邊度呢？左面、右面定係喺個鼻上面呢？如果冇一個立體嘅位置，Rosie 體內嘅免疫系統根本就睇唔明，亦都無從入手。所以 Paul 接住落嚟要解決嘅棘手難題就係點樣將呢一串文字變成一個精準嘅 3D 定位通緝令。喺呢個時候就輪到 Google 旗下專門將數據密碼變成 3D 立體結構嘅另一個 AI 神器 AlphaFold 接力登場啦。鎖定咗 c-Kit 基因之後，Paul 手頭上雖然有咗通緝犯嘅平面資料，但佢好清楚單靠一串平面嘅基因字母係冇辦法直接變成打落個身嘅針藥，因為下一個難關就係蛋白質嘅三維結構預測。喺微觀世界入邊，結構等於功能， DNA 只係平面藍圖，真正作惡嘅係 3D 嘅蛋白質。你要設計一隻專屬嘅疫苗，有晒呢個頭號通緝犯嘅特徵，即係佢嗰啲癌細胞嘅新抗原，亦即係一堆突變嘅蛋白質。咁你就要知道喺 3D 嘅空間入邊，呢堆突變蛋白質究竟係乜嘢樣。換句話說，你就要精準摸清嗰粒令到癌細胞露出馬腳嘅癦究竟生喺邊度。以前藥廠要用幾年時間不停燒錢去研究一個蛋白質嘅結構，但係 Rosie 等唔起啊嘛，於是 Paul 出動咗 Google 研發嘅 AI 神器 AlphaFold。可能好多街坊未必聽過 AlphaFold 係乜，簡單講，佢係全宇宙最強嘅 3D 蛋白質繪圖器。以前要搞幾年嘅嘢，而家點解可以咁快？因為 Google 做出咗一個決定，佢哋將 AlphaFold 全面免費開放俾公眾使用。而家全世界幾乎所有頂尖嘅生物實驗室日日都喺度用緊呢一個 AI 工具。用呢個蛋白質 3D 繪圖器，成個技術流程呢，主要係分3個部分。第一步，Paul 首先要喺1500億個字母嘅數據大山入邊，精準篩選出7個最強烈、最容易認到嘅新抗原。用翻通緝令嘅講法，佢成功鎖定咗疑犯嘅7個特徵。第二步，佢就將呢7個特徵嘅 2D 數據輸入去 AlphaFold 嗰度 ，AI 一運算就幫呢7個特徵全部畫出咗精準嘅 3D 立體模型。第三步，Paul 再翻去叫 ChatGPT 做交叉驗證，將呢7個立體模型逐個核對，最後確認呢7個標記真係呢個癌細胞最核心、最走唔甩嘅7大關鍵特徵。但係當然現實係冇咁神化嘅，大家千祈唔好以為 Paul 係匿埋喺屋企單打獨鬥，查實成個過程係一個跨界別嘅緊密合作。喺設計疫苗呢幾個月入面， Paul 一直同幫佢做基因測序嘅新南威爾斯大學專家 Martin Smith 同埋 RNA 研究所嘅所長 Paul Thordarson 教授 keep 住緊密嘅溝通同合作。頂尖科學家加上 AI 大腦同埋一個不放棄嘅阿爸，呢份原本係行外人瘋狂幻想嘅度身訂造癌症疫苗配方，一步一步變成事實。經過幾個月嘅努力，疫苗設計終於完成。佢一搞掂設計就即刻走去揾 RNA 研究所嘅所長 Thordarson 教授。Thordarson 教授一開始其實係有啲懷疑嘅，因為由研發到生產需要時間，佢擔心 Rosie 根本頂唔到咁耐。但係經過佢條 team 廣泛審查之後，教授覺得呢個非科學家做出嚟嘅設計實在真係幾驚豔下，加上佢自己研究所從未做過癌症疫苗，所以大家一拍即合。但係正當 Paul 以為佢已經扭過晒所有防守，準備臨門一腳射門救命嘅時候，點知球證突然衝出嚟吹雞，夾硬將佢截停咗。呢個球證唔係嚟自科學，亦都唔係嚟自 AI， 而係嚟自我哋人類社會最古老、最冇得搞嘅發明——官僚行政地獄。喺澳洲，你寫個 software patch 升級手機，乜事都冇。但如果你想將一串新設計嘅化學分子打入一隻生勾勾嘅狗仔身體入邊，背後涉及嘅法律同公民厚過字典啊！ Paul 一定要向大學同政府嘅倫理委員會申請動物倫理審批。結果成個計劃就變成咗一場同時間競賽嘅雙戰線，一邊係頂尖實驗室嘅全力開工。呢個將數碼配方變成實體武器嘅精密生產過程，科學家使咗2個月。另一邊廂就係 Paul 獨自承受嘅公民地獄。喺呢幾個月入邊，呢個 IT 佬每日收工之後就係坐喺電腦面前填嗰啲做極都做唔完嘅政府申報表。佢自己都笑啊，為咗搞呢堆倫理批文，佢每日填幾個鐘，足足折騰咗3個月，工作量直情大過設計疫苗本身啊！最終
批文同疫苗都到咗手，但係命運又同佢開咗個玩笑。當 Paul 攞住隻針藥，滿心歡喜咁準備救阿 Rosie 嘅時候，科研中心同佢講：Sorry sir，我哋係研究中心，淨係負責研發同製造，冇權幫你隻狗打針嘅。跟住 Paul 就嗱嗱臨去揾 Rosie 平時睇開嘅常規獸醫，獸醫一睇即刻嚇到耍手擰頭，話呢隻係未經臨床試驗嘅實驗藥，邊個敢承擔責任呢？辛辛苦苦幾個月，高科技搞掂咗，官僚公民捱過咗，最後竟然卡死喺呢個冇人敢打針嘅位，唔係嘛？呢個時候 Rosie 腳上面嘅腫瘤已經開始惡化，甚至會流血，生命好明顯去到最後嘅倒數。到底呢隻由 IT 男、AI 神器同頂尖科學家團隊跨界別生產出嚟嘅結晶品，最後可唔可以打入 Rosie 嘅身體呢？眼白白睇住疫苗整好咗，但係 Rosie 打唔到。好彩 Paul 透過佢喺美國嗰邊嘅聯絡人，揾到咗昆士蘭大學獸醫科學院副院長阿 Rachel Alavina 教授。Rachel 教授係動物免疫療法嘅專家，佢話如果 Paul 可以帶 Rosie 上嚟 Brisbane， 佢就可以幫阿 Rosie 打針。嗰一刻 Rosie 腳上面嘅腫瘤都已經爆開晒，流晒血啦，情況好差，所以 Paul 諗都唔諗就同 Rosie 一齊由 Sydney 山長水遠揸去 Brisbane。而喺呢個時候，Paul 仲玩咗一手好大膽嘅雙重組合拳策略。除咗佢呢一支自製嘅 mRNA 疫苗，佢透過 Rachel 教授成功攞到咗另一隻同樣攞過諾貝爾獎嘅巨星級免疫藥物——免疫檢查點抑壓劑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各位街坊，呢個戰術邏輯其實係非常之高明。要明白癌細胞能夠喺我哋體內橫行，背後其實有兩大無賴防線。第一道防線叫做隱身術，因為癌細胞同樣都係我哋自身產生嘅細胞，好多時佢可以令我哋自己嘅免疫大軍當咗佢係自己人，直行直過。第二道防線叫做催眠術，就算有免疫細胞行近佢嗰度，諗住去消滅佢，癌細胞就會釋放催眠密碼，令到你嘅癌細胞突然睇佢唔到。呢個就係點解常規治療好多時候都會失敗。但係今次 Paul 嘅組合拳就要一次過將呢兩道防線徹底轟炸開。佢用免疫檢查點抑壓劑去破壞第二道防線，解除咗個催眠術，然後再用佢自家製嘅 AI 疫苗接力打破第一道嘅防線，直接將寫明晒通緝犯 3D 特徵嘅通緝令塞咗入 Rosie 嘅免疫系統手中。一個負責刮醒個軍隊，一個負責帶軍隊去揾目標。喺昆士蘭大學醫院入面， Rachel Alavina 教授將呢一套完美嘅組合分多個位置注射入 Rosie 腫瘤周圍嘅組織入邊。睇到呢度，可能有啲街坊會記得，喂 Bonnie， 你第一章嗰陣唔係話 Paul 已經喺 Rosie 嗰度做過免疫治療啦咩？但係冇結果喎。冇錯，文獻入邊雖然冇詳細講當初失敗嘅細節，但根據而家醫學嘅邏輯，我哋完全可以合理推測出佢嘅原因。當時 Paul 幫 Rosie 做嘅常規免疫治療，好可能就係單純用呢一個單純嘅檢查點抑壓劑。呢啲抑壓劑雖然成功喚醒咗免疫大軍，但係問題係冇通緝令喺手，唔知敵人乜嘢樣，一衝出去茫茫人海，免疫大軍都係分唔清楚邊個先係佢要揾嘅癌細胞。最後當然就無功而返啦。好啦，我哋翻嚟講 Rosie。 打完針最初嗰幾日 Rosie 比以前仲攰。翻到去 Sydney 後嘅某一日， Paul 突然發現 Rosie 腳上面嗰幾個大腫瘤竟然開始劇烈膨脹。呢個情況換轉普通人可能嚇到腳軟啦，但係 Paul 理智嘅思維反而覺得有希望。佢冷靜分析，認為呢種腫脹可能係免疫系統收到個通緝令，開始瘋狂圍剿癌細胞而引致嘅局部發炎。呢個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信號。果然不出所料，幾日之後奇蹟發生，嗰幾個腫脹嘅腫瘤突然之間好似吉爆咗個波咁，快速收縮。Paul 喺訪問入邊自己形容，佢話喺個短短幾日入邊，我真係好似親眼睇住啲腫瘤融化一樣，望住佢隻腳，我竟然開始見到佢個腳瓜窿啊 ！Holy crap, it's working！ Paul 話佢當時激動到大嗌，做咗咁多化療、咁多次手術都喐都唔喐嘅末期惡性腫瘤，喺 AI 疫苗同檢查點抑壓劑嘅兩路夾擊之下，竟然肉眼可以見到迅速收縮消失。更神奇嘅係 Rosie 嘅精神狀態翻晒嚟，變翻以前嗰隻開心嘅狗狗。
當然望住 Rosie，Paul 鬆一口氣，但係醫學向來都係嚴謹嘅。Paul Thordarson 教授同 Paul 事後都非常坦誠咁同公眾講，雖然好咗，但係其實唔係一個完美嘅徹底治療。喺醫學上呢個叫做部分緩解 （partial response）。Rosie 體內大部分嘅腫瘤雖然溶化咗，但係依然都有少部分嘅癌細胞產生咗抗藥性。所以去到今日 Paul 都仲係用緊佢手上嘅數據去幫 Rosie 研發緊下一代嘅加強針 booster shots 去對付嗰啲產生耐藥性嘅殘餘癌細胞。事實就係癌症係一場長期嘅戰爭，未必可以一次過勝利，但係最少證明咗嘅係 Paul 已經行通咗一條我哋以前未必知道嘅生路。矽谷同生物科技大佬而家瘋狂抌錢嘅戰場，正正就喺呢度。當生物科學變成資訊科學，原本要搞幾年嘅未知謎團，俾 AI 壓縮成幾日嘅數據排序。好多人而家成日都會擔心 AI 會搶走飯碗，但係當我哋望住 Paul，科技其實係咪正在喺醫生同患者之間創造緊全新嘅可能呢？未來 Paul 所做嘅嘢係咪又會變成一種新嘅工種呢？最終淘汰人類嘅可能並唔係 AI， 編織出奇蹟嘅亦都唔係冷冰冰嘅技術，而係嗰啲比你更懂得用 AI 去守護佢所愛嘅人。今集就去到呢度啦，各位街坊，你哋又覺得 AI 未來仲會喺醫療或者其他領域創造咗啲乜嘢嘅新契機呢？中意呢啲內容嘅，記得用下你哋自己嘅方式去支持阿 Yolo 啦。下集見啦，拜拜。